在这个待降节里面有不同的，每一个主日有它不同的意义。我们基督徒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意义，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降生所带来的爱，好吗？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的目光来到我们的台前，牧师要来请我们的洪明煌长老，他要来点燃待降节的蜡烛。每一根蜡烛在每一个主日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我们现在要来点燃在待降节的第一主日，所代表的就是预备。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耶稣的降生。第二主日的紫色蜡烛所代表的就是信心。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得着的信心，因为他要带来真光。而今天就是第三主日，第三主日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迎接耶稣基督他的诞生是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我们的心是充满了喜乐，世人更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而充满了盼望。阿们吗？所以耶稣的诞生带来真光，乃是为了要照亮在我们黑暗的人心当中，在忧愁在关系的错误里面，神再一次用爱来遮盖，为的是要让世人行在神的光明里面。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好，这个时刻牧师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起立。首先牧师邀请我们将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欢迎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从头敬拜赞美唱歌都全心全意的投入，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一起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分，就是神他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在生命的道路当中，有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什么都不惧怕。阿们吗？阿们。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磐石里面，既然在磐石上，我们就是刚强的，我们就是站立的。阿们。阿们。我们来跟旁边的人跟他说，我们因基督而站立，我们因基督而站立。好，你也跟他说，即便有困难，我们总不动摇。即便有困难，我们总不动摇。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有主同行，无事不成，大山可挪；有主牵引，凡事必成，海上可走。让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来赞美这个大有能力的神。阿们。阿们。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再次用最喜乐的心来，还有舞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阿们。虽然
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电痕彰显释迦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路上的光。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一起来宣告，大山为我挪开。那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地毯彰显释迦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地毯彰显释迦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认真敬拜的样子很迷人。你认真敬拜的样子很迷人。有一个名字，它是所有问题的解答，阿门，它是一切黑暗的光亮。阿门。没错，就是耶稣。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他。哈利路亚。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再一次喜乐的来敬拜他。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
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也可以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祝福。阿门。尽管外面的狂风再怎么样的狂暴，我们人生的谷底再怎么样的黑暗，但是在耶稣的爱的真光里面，我们必能重新得力。阿门。我们先请乐团来赞美。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们一起来赞美。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哇，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思念受你，却不被
手，要高举神的名，不怀疑。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在一个祷告的时间里面，圣灵他运行，为着我们在这里的敬拜，神就把那赐福，就把那祷告的恩典、能力、权柄加在你的身上。因此，你被神定义为你是一位代祷者，阿们吗？哈利路亚！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台湾来祷告。我们站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有民主，我们有自由，我们大家可以非常的和睦来相处，可以自由的在教会里面敬拜。这是神给我们极大极大的恩典，我们要来感谢他。接下来面对我们台湾的选举，我们更需要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让我们台湾，我们这些的候选人，我们所有的选民都有神的智慧进来，阿们吗？用神的真理来治理台湾，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祷告能够让那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就是来满足神的心意，让神的荣耀在台湾来彰显，阿们吗？弟兄姐妹，这个时刻牧师邀请我们两个人，我们来 RP 区，我们来为了我们台湾的选举，我们来祷告，求神让我们行出真理智慧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祷告，求神真是让我们台湾是明白神他的心意，我们要行出神喜悦的。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充满，主啊，让我们明白何为神你的喜悦，使我们在和睦当中。主啊，我们的土地是神你所赏赐的，主啊，你必赐福我们，好叫我们按着神的心意选出神你所喜悦的。主啊，你要赐给我们所从神来那赐予的能力，就是神的智慧，神的公义。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跟他说，信仰的道路上，我绝不放弃。信仰的道路上，我绝不放弃。也请你很慎重的来跟他讲，你跟他说，你的道路上我一定陪跑，你的道路上我一定陪跑，而且跟他说，你总不孤单。我不单。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是被神所拣选的，特别是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时代性的任务，你是教练，你是陪跑的，你是属灵的父母，你是小组长。阿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正在做一个转调的工作。那个转调的工作就是要迎接神的末世来到。那个末世不是惆怅，不是悲伤，不是黑暗，而是欢欣喜乐迎接主再来。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热烈的掌声归给主耶稣，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我们一起说：耶稣我爱你！3次，预备来！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请坐。现在我们要攻读神的话，我们要攻读的圣经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17章1到9节，1到9节，请。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就把爷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爷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了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爷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好，圣经攻读到这里。好，接下来要请潘牧师。接着我们要来邀请到我们在这一届毕业的我们的领袖班的同学燕梅，她要来为我们做见证。就是她在她来到永光教会，然后呢参加了培育学校之后，她的生命的一个转折，好吗？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燕梅。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分享我在培育学校的见证。那我觉得其实我能站在这里面对很多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了。还记得刚到永光教会参加礼拜的时候，台上的主领在敬拜的时候要大家举手赞美主，举手祷告。我看着身边的人都举着高高的手，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来错地方？我是谁？我在哪里？对，在以前经验是没有这样的，因为我在以前是在传统的长老教会长大，那来到永光教会的时候，会发现它跟传统的长老教会很不一样。就像你在灵修班
书里面读到的，我也经历到了。当每个人举手祷告赞美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来错地方。但真正举手赞美、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在领受圣灵、领受恩典。我感谢神没有让我因此离开，而是透过培育学校牧师告诉我，当我举手赞美的时候，就是要来领受圣灵，就是要接受耶稣的拥抱。以前在台下总是听兄姐、牧师长子说一定要去上培育学校，培育学校拥有优良的师资、丰富的课程，但我始终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魅力，课程在做什么，一定非常不可。直到我加入培育学校，并且顺利毕业，我才了解到为什么上过的人都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上课，从成长班、门徒班到领袖班，然后有能力成为幸福小组的副长，有信心、有方法的去传福音，这是一连贯从浅到深，透过牧师、讲师对圣经的教导，让我在信仰上更扎根。除了信仰知识、认知的增长外，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经历生命的改变。除了每周上课以外，课后还有灵修笔记要写，每周要有一篇之后越来越多，每天要跟圣灵交通领受意象。在每次领受圣灵在灵修的时候，都是经历神的同在，都是在被神调整。我看到自己从属灵的婴孩慢慢活出正确的信仰价值，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花时间在培育学校上，就是花时间在神的身上。神会改变你的环境、你的困难，神要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就像神给我的，我从不认为我能够站在台前跟大家说话。我靠着神，我在培育学校顺利毕业，并且完成了这期的幸福小组的副长的服事。如果你也想要经历生命真实的改变，我推荐你，进入培育学校。即使可能一开始你没有觉得有很大的转变，也请你不要放弃，因为神正在动工，只是我们还没发觉。我相信，当你走上培育学校的历程，回头看的时候，一定会发现神满满的恩典。愿神祝福大家，谢谢。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很紧张？但是这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在3年前呢，他根本没有办法讲这么多话。那他在经过我们的培育学校，而且他自己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里面，所以他学习，然后他在小组里边共同的一个美好的关系，让他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呢，他现在巴不得赶快把这个培育学校，还有呢这个福音的分享给人。这次在圣诞首座的时候，他们那一个场次，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场次，他带了他的阿嬷、他的妈妈、他的阿姨，然后表姐、堂姐，然后兄弟姐妹，带了10个家人来。阿妹们，哇！加同事10个，好，加同事全部10个。还有呢，他还带了他的同事，还有他的同事，哇，他的同事他也带了10个同事过来哦。所以呢，他把他的生命，然后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他知道来到教会就是一个最美的见证。所以这是燕梅她经历到之后，她把它实践出来。所以她已经在这个家里面呢，在她的职场上面，她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阿们吗？我们再一次谢谢燕梅，上帝要大大祝福燕梅。好，谢谢。感谢主，看到燕美的改变，就知道神的能力，透过他所信的，他的子民，神就护庇在他的身上。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跟他打招呼，我替他说个理由，因为他近视很深，所以都没有看到人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进入培育学校，他生命的更新，潘牧师跟我在授课的过程里面，都发现圣灵在他身上的做工是超乎人所想象的。所以今天他可以站在这里，
不容易。我告诉你，第一堂的时候，他用台语见证哦，厉害不厉害？他说他可能好久没有讲，他好久没有讲台语了，但是为了让第一场的这些年长者他们能够贴近他们，所以他用台语哦，全程用台语讲啊，真的是我在那里都想着哦，怎么燕梅这么厉害，我们都不晓得哈这个勇气就是从神而来给他的。我相信今天他这样美好的见证，他未来会更越来越卓越的，阿们。并且他的影响力已经带出来了。手作他带了20个人来，真的是不容易哦。你手作有超过带超过20个人的，举手一下有没有？哇，所以他是第1名哦。感谢主，来，感谢主哈。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能够热情的敬拜神，我们彼此真情的相待，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彰显的一个成果。阿们。跟隔壁说，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爱，来。阿们。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哈。OK，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你确信你宣告你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吗？阿们。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感谢主哈。OK， 圣诞节就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就在这里，我们要欢庆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牧师也期待我们的家也要预备好不好？你的家也要有所布置。你家已经有布置的举手一下。OK， 感谢主哈。好，还有很多还没有布置，对不对？哈，赶快用个时间哈，我们一起来布置，让你的家有圣诞的氛围。人家外面都布置，早就布置好了，不是吗？你基督徒，你家里还没有布置，那需要再努力咯。OK， 好，我们来看，这一家有布置哈，这一家是哪一个家呢？也不错嘛，对不对？这是牧师的家，我们真的有布置哦，让大家看一下哈。让我们的家有这个感觉哈。牧师今天也给一个课题，也给一个祝福，也给一个奖品哦，是什么呢？全家出去寻找圣诞的亮点。这里是哪里？哦，你们都知道呢哈，超厉害的哈。好，这里是哪里 ？OK， 好，那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些有一个家，他们已经去那里造访过哈。第一个，这个帅哥有没有？有没有？有帅哥，当然有，帅哥当然有辣妹啊，对不对哈 ？OK， 哈，哇，我们去到那里发现，哇，真的是圣诞节的氛围很漂亮哈。你看这个有没有灯海？有没有？多么漂亮！你知道这在哪里造的吗？的哪个点？中间对不对？那个有2楼的那个，对，在那里哈，哇，很漂亮哈。当然呢，这2个不能没有了。好，所以呢，哇，牧师期待哦，我们在12月25号之前呐，可以全家或者邀朋友然后去到有圣诞亮点的地方然后拍照哦而且不但要有圣诞的氛围哦，也要那个充满了喜乐的那个感觉，有没有？有家人在一起的欢聚的那种感觉把它照相起来，把它照相起来。牧师要公开甄选1到3组圣诞欢庆圣诞全家福来，对。然后要圣诞景点的相片，然后呢，怎么给牧师呢？就在12月25号晚上11点59分截稿，那你就拜托小组长贴在小组长的群组里面，然后呢，
我要到时候牧师会弄好设计，给小组长来票选，可以复选的哈。然后呢，小组长票选的结果是占60%的那个成绩，然后另外40%就由牧家来给，因为这次这个礼物牧师要预备哦，可以吗？哎，好哦，哈，圣诞节哦，12月25号晚间11点59分截止哦，哇，一定是很好的奖品哈。大家期待哦。那什么时候会公开会颁奖呢？牧师期待在那个跨年夜、跨年的祷告会那个晚上，我们来颁奖，好不好？你跟隔壁说，今年我们要很圣诞，来。对，哇，你就想办法反正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吃饭啊，对不对？就找个有圣诞树，很亮、很漂亮的。最重要是人的那种感觉，有没有？你有看到潘牧师的那喜乐的感觉，照相起来就不一样，对不对？对呀，当然年轻人他们是耍酷的哈，对不对哈？那我们是耍喜乐的。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哈，让今年我们就是要很圣诞哦，感谢主哈感谢主，这是昨天牧师想到的，潘牧师都不晓得哈，觉得说很棒的，提醒大家家里有该布置的，我们把圣诞的氛围布置起来，然后全家出去感受，因为外面居然布置的那么漂亮，为我们的耶稣所来布置的，我们就去吧，让圣诞的整个的祝福在我们的行动里面也可以带给更多的人。好，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继续要来看保罗的行程。他宣教，他用他的生命做见证，因为他自己的经历，让他面临任何的挑战，遭遇任何的苦境，他都继续勇往直前了。所以如此的话，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可以有这榜样可以学习哦。如果你自己亲身经历耶稣基督，亲身经历这福音的能力的话，那你一定有很多的见证可以来分享，对不对？你应该随时预备好，特别在圣诞节庆的过程里面，你的同事、亲朋好友，他们在生命当中、家庭里面遭遇的有一些难处，他们有时候会跟你诉苦，要你能够听他们倒一些的垃圾，这时候你就不要忘了，你应该有口袋的见证，你随时的可以告诉他们，你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能够胜过的，你是怎么样能够得到平安，并且充满喜乐来赢过这些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不要忘了，这些的经历就是你最宝贵的。就像保罗一样，他亲自遇见的主，呼召他成为使徒，他就勇往直前，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耶稣的灵的带领，让他突破任何的艰难，他都能够把福音广传到各地去。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口中的话语，你口中的见证是有爆发性的能力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说，福音有爆发性的能力。来，福音有爆发性的能力，这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让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能够更经历神的能力，借着福音所带出来的，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好，我们看保罗3次的布道旅行当中，如果你看圣经的后面的地图，你就会发现，保罗第一次就是在亚细亚的地方，最远就带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地方哦。好，然后他第2次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他第2次的宣教的旅程，他最远是在西北边的，就帖撒罗尼迦，然后到比利亚的地方。好，这是第2次。那第3次我们看的时候，他也是回去这里来巡视他所建立的教会。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因为他被控告，然后呢他就上诉，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就上诉到罗马皇帝那边，所以他就被引渡到哪里？
到了当时候的地极，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罗马的地方哈。所以他就把福音带到了所谓的当时候的世界的地极，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应验了主耶稣对门徒所宣告的：但圣灵，我们一起来读来，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的，不但是这样哦，这也跟保罗他的经历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很特别哦，他为什么会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知道福音基督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而他也明白后是希腊人，是表达当时候他们的地域观。希腊人就是到了地极，到了世界的中心哦，这是很特别的哈。过去我们说希利尼人，对不对？其实那应该是现在翻译成希腊人就比较明确了哈。OK， 好，那帖撒罗尼迦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保罗实现福音传到地极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是当时马其顿的首都，就像台北市是台湾的首都一样的哈。那并且它是建立在罗马大道上的，所以它左右可以贯穿整个马其顿，并且向西走的时候，它就很快的在过海，最近的地方过海就可以直到意大利，而在意大利再往北就会到意大利的中心，当时候的世界中心罗马。这是我们在整个它的行进当中，我们去发现圣灵的带领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可见，如果保罗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他虽然是被逼的离开腓立比城，然而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如果可以在这里建立教会，可以就是正式开启了通往世界的一个门户哦。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福音的火是永不熄灭的，对不对？不管外在的逼迫，甚至是政治性的压迫，都不会让福音熄灭掉，并且逼迫越大，福音就越广传，而且速度越快。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哈。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事实。所以保罗他们一行人来到帖撒罗尼迦，照圣经所说，他一连3个安息日都在会堂里面，在那里讲解耶稣基督的救恩。很特别哦，帖撒罗尼迦一定是比腓立比还大嘛，对不对？因为上个礼拜牧师说到腓立比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找到有会堂的地方？没有，对不对？他们在城外去找有一些妇人是祷告的地方而已。然而他到帖撒罗尼迦可以找到会堂，那表示什么？而且这个会堂，他去的会堂是一个大的会堂哦，是很多人聚集的，是很多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一个会堂的建立，上次牧师有说要几个犹太男人以上正结对，就是10个犹太男人以上才可以建立一个会堂。而他到这个会堂是其中的一个会堂，而且是比较大的会堂，所以他在那里讲解耶稣基督必须要受苦，然后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哇，得到很大的果效。圣经记载，许多的犹太人就皈依信耶稣，也有其他的更多的希腊人，也有一些是贵族的妇女，他们来信耶稣哦。然而他这样的一番席卷整个帖撒罗尼迦的福音信息啊，也让一些不信的原本就固守他们犹太信仰的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引起他们的嫉妒。保罗是谁呀？我们在这里耕耘了那么久，现在整个地盘就被你
挖走了，他们就不满所以他们就要用涂抹保罗这一行人，他们是涂抹要叛乱要叛乱了，要敌对罗马政府，用这样的一个罪名要来控告他们所以我们看这一些不信的人，他们的想法跟一些信的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有所谓的酸葡萄的心理，他们觉得保罗你是谁，来这里就掀起了这么一个大风潮，然后我们呢，你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啊，好像我们的羊都被你牵走的那种感觉现在弟兄姐妹，好像在整个历史当中都不断的会重复这样的一个酸葡萄的心理，有没有？所以愿神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应该是要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的，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话，我们说那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心意，也不是神所乐意见的一个现象，这是撒旦在上风点火的一个情况搞破坏的一个情况，就是成为这些人就成为撒旦的一个助手、帮手、杀手。这是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用欣赏的眼光、宽广的心胸来看待别人的优点，好不好？你跟隔壁说，你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来。对，神给每一个人的特质特点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欣赏神给他的优，让他的优也成为我们的祝福。阿们。这是我们永光教会必要的，我们要斩除所有这些撒旦给我们产生这种嫉妒心这些见不得人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在永光教会里面没有。愿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这一切，让我们彼此欣赏、彼此鼓励，才能够成就神的美好在我们的当中。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要欣赏别人，要常给人按赞，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说，来，要欣赏别人，要常给别人按赞，来。对要欣赏别人，要常给别人按赞这是很棒的。我是再把地图让我们看一下，这是保罗第2次的宣教的一个旅程我们看他在特罗亚就在中上的地方，然后耶稣的灵要他往腓立比去就是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在腓立比第1站，然后第2站呢就来到帖撒罗尼迦。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在往西走，对不对？就到帖撒的帖字那边，有没有？那边到意大利的半岛是不是就很近？有没有？那是最近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容易的就从那里搭船过去，然后在北上往西北就可以到罗马当时候罗马就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再看大一点的，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行程在走所以我们感谢主，让保罗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到主所喜悦的地方，要他就用他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在今天所提到的地方。我们从这个现在就带我们来到现今的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现在的帖撒罗尼迦城市，也就是盖在原来的旧址的地方我们去到腓立比，有没有？你有发现我们的那个古迹是在现在城市的外面的，对不对？所以新的城市是在别的地方建立起来，但是帖撒罗尼迦是在原来的旧址、旧遗迹里面继续的搭建起来很特别我们去到土耳其也是这样，有的城市新的城市是在全新的地方，但是有的是每一个世纪不同的
挖下去就不同的事迹因为他们就在旧址的地方建立起来，而这个地方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市中心现在的市中心，原来这个地方是公车的停车站，公车的停车站。然后他们后来发觉这里是当时候第1世纪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一个罗马的广场，所以他们就把它在1962年开始就把它挖掘起来那左边看左边我现在把左边的地方用另外一张的图让我们看，你就会看见左边这边这是罗马的露天剧场他们现在把它挖掘起来，有看到那个入口有没有里面就是一个剧场我们去到这里就是在旁边，没有办法下去下面下面不能下去，我们就在上面来拍照这是那这个广场的旁边就有一间的教堂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圣迪米丢的教堂，它是很长的时间是希腊最大的一个教堂那这个教堂是怎么样的建立呢？是在纪念这个迪米丢，因为在迪米丢他是第3世纪的主教，但是后来他因为耶稣基督而殉道第5世纪的时候，人们就把它建立了这个教堂来纪念他所以呢，帖撒罗尼迦他是帖撒罗尼迦人，所以他是圣迪米丢主教，然后现在他们认定他就是城市的守护圣徒这是他们的信仰东正教的信仰有这样的，跟天主教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圣徒的概念OK， 好，那我们去到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圣苏菲亚教堂，这也是那里很多的教堂那表示说帖撒罗尼迦当时候保罗传福音到那里可能是5-6个礼拜而已但是第一次去那里不远不长但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福音的据点，然后让福音能够帖撒罗尼迦就可以成为福音的一个世界的门户是很特别的这个就是白塔，是到现在还是帖撒罗尼迦的一个地标那这个白塔原来是军事用地因为帖撒罗尼迦是天然的渔港的海港但是你看，如果居高临下的话，如果有敌军来，他们就旁边就是海岸嘛他们就可以那里来守卫。那后来也成为一个关囚犯的地方那现在就是一个地标在那里来明白他们的历史是怎么走过。对，我们累了就是要吃饭嘛，对不对？对，那你想知道我们在那里那午餐吃什么吗？第一盘就是沙拉，沙拉用什么酱？橄榄油啦，从头到尾就是橄榄油了对，我们14天就是这样，就是橄榄油对，我们的主餐就是这样子那个中午的主餐，饿了吗？想吃吗？看起来好像还不错但我跟各位讲他们那个肉他们的酱不会用，所以那个肉很干，那是猪肉不是牛肉，是猪肉，所以我们大概吃了2串，大概就吃不下去了但是对他们来讲，这是豪华的特餐了对没办法，在台湾就是吃得太好了OK， 好这就是我们当时候去那里的一个情况OK， 从这里我们看见，当保罗来到这里传福音，帖撒罗尼迦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要抵抗对抗保罗，然后他们找不到保罗呢，就把接待保罗这一群人的这耶稣把他揪到地方官那里去说到地方官他们在那个旧址的地方在1962年挖掘的时候，因为在1962年之前圣经学者对这个地方官这3个字我们所谓3个字
对地方官，他们遍查了所有的历史的文物，完全都没有这个专用名词，所以他们都觉得是路加他自己想出来的吗？好，然而就在这个旧址他们挖掘到一个匾额，上面有写地方官的什么什么，他们发现，哇，再一次的证明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地方官只有路加在这一段前后才使用过，整个圣经都没有都没有用这个专有名词，这是专有名词所以后来证实了，在1962年以后，圣经学者就对，透过考古学家来证实，路加所记载的是151的记载所以很棒的所以这些人就是把耶稣带到地方官那里，就控告他们违背凯撒皇帝的命令，说还有一个王叫做耶稣，所以他们好像要涂抹要叛变那种的用意来控告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说扰乱天下的扰乱天下在希腊文里面还可以翻译成为翻天覆地啦、倒转乾坤那个意思所以这些控告保罗的人，他们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来到这里了，很特别既然说扰乱天下的人也来到这里，那表示什么？让我们知道，如果说凭信心说我们已经领受了这福音，我们就知道福音真的是可以翻天覆地的，因为它有这种能力并且它是可以触动人心的不是吗？它就是有改造，让不好的变好，有这样的一个本质，恢复到神的荣耀里面，这是基督福音所带出来的必然的一个果效。然而对一般人来讲，他们没有办法体会。然后在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知道，我们看保罗跟西拉，原来在腓立比教会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在那里祷告赞美神，在半夜借着地震让他们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并且也透过这样摇动了敬主的心，让他愿意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也救了他的全家呢。所以这个能力在腓立比产生，而如今也怎么样延烧到帖撒罗尼迦的地方所以这个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因为这个能力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大概有150公里的路程呢，而在腓立比所产生这样一个震撼腓立比的一个事件，早就传到帖撒罗尼迦所以这些要控告他们的人说，哇，这一些扰乱天下的也来到这里了，对不对？也来到这里，表示说他们早就有听到这福音，但是他们不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能够了解，如今我们也因为这能够翻天覆地的福音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彰显，让我们可以建立荣耀的教会，建立大能的教会，也在不断的改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恢复神创造我们的荣耀，越来越恢复神为我们预备命定的祝福。这都是你我因为领受了这福音的结果。我相信这福音的能力继续要扩展下去，借着你我的见证，借着我们子子孙孙继续的见证，让这福音能够继续改造人心。阿们。这是你我必然相信的，所以福音能够翻天覆地，也能改造人心，你信吗？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福音能翻天覆地，也能改造人心。是的，感谢主，福音真的是扰乱天下的福音，这是无可厚非的一个事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福音来不是说你怎么样没关系的，就这样的就可以了福音对你的影响就那么一点点，没关系，就顺应你。不是的，不是顺应人心，不是顺应潮流，那是泛泛之音。不是的，
福音来是带着能力进来的，福音来是透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那影响力、那征服力是像野火一般的，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愿神帮助我们。所以福音来到人世上，福音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总是要直球对决。直球对决什么？在冲击你的那自我，冲击你的私欲、邪念，那些罪恶，那些不属神的，福音来都要跟你直球对决。你信吗？或不信？你要光明吗？还是继续黑暗？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这是福音所带出来的，跟我们的生命有挑战，但是那挑战是让我们回到神荣耀的祝福里面，是让我们走向真善美圣的一个途径，也让我们回到神所命定的一个美好当中，这是理所当然的。阿们。所以愿我们以福音为宝贵，以福音为尊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何等的尊荣的身份，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跟人说，见证我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阿们。让你的生命，让你所说的所做的，让人看见你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一种的榜样，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福音能够拨乱反正，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阿们。好吧，我们再来看几张的相片喽。OK， 帖撒罗尼迦的现今的街景就是这样哦。这个美女邀请大家一起来看哈。OK， 我们发现欧洲的人真的生活很狭义，对不对？我们在路上很容易的看见旁边就是摆了一连串的桌椅就不管有搭帐篷没搭帐篷，他们总是享受他们的下午茶在那里好好的享受他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台湾人也真的很辛苦对不对？我们做牛做马的我们一起拼经济，但是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美好，对不对？有时候生活真的需要好好的来调整一下这是现今的帖撒罗尼迦的一个实况OK， 好，来考大家喽。你觉得潘牧师会喜欢哪一双的高跟鞋呢？你为他，如果你要为潘牧师选择的话，你觉得他可以穿哪一双高跟鞋？有没有答案？白色、黄色的那个，哇，那个好像蝴蝶的那个感觉那会飞的OK， 你觉得他可以穿哪一双呢？如果是你的话，你想穿哪一双？你可以穿哪一双 ？OK， 好。你觉得这些高跟鞋好吃吗？好吃吗？它是巧克力啦，它是巧克力哇，真的哇，很精致的手工，对不对？它不是穿的，它是吃的，了解吗？那如果你买回去，你舍得吃吗？你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就当做什么纪念品好了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在那里发现，哇，怎么那么漂亮？我想说，来看哪一双潘牧师喜欢就买给他，然后发现那是巧克力，就感谢主，那就钱就好，感谢主，因为我们不可能吃巧克力即便买了也不会吃啦也舍不得吃也许我们会想说那福音到底在帖撒罗尼迦它的进展如何，对不对？保罗一行人他们被追杀到那里，并且他们很快又离开那里到底帖撒罗尼迦的福音的进展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来看他们在那里真的非常的成功。圣经今天读的就告诉我们，他们传福音几个礼拜而已，
就非常的成功，所以以至于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就嫉妒他们的行径，就逼迫他们，迫得让彼得这一些人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所以他们离开那里以后，就往下一个站啊，比里亚那里去继续传道并且保罗就把希拉跟提摩太留在比里亚的地方继续传福音，他自己呢就往雅典的地方，因为那一些人追杀他到比里亚，所以不得不他又要往上而行，到雅典的地方去。而到雅典的地方也有很精彩的故事要不要听？下次再说好不好？好，那后来呢？他到雅典的那边以后，他又往西到哥林多的地方。那时候他的团队就一起在哥林多集结，而在哥林多时候，保罗就差遣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去看那些信徒的情况怎么样。好，那提摩太就带着这个使命回到帖撒罗尼迦，然后不久他就回到哥林多来回报给那个保罗知道现在的帖撒罗尼迦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呢，保罗听到帖撒罗尼迦的现况的时候，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封的书信。这一封的书信是整个有存留下来的保罗的书信的第一封。半年以后，他又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帖撒罗尼迦这封信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内文怎么有写到说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就如我们切切的想见你们一样。那你就可以从书信的这一段话，你就知道帖撒罗尼迦现在的情况，他们的信心、爱心散发出来了。保罗非常的得安慰，对不对？而保罗在这一封信的前面也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了。阿们。真的很棒。所以我们看保罗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可能是5个礼拜或者2个月左右而已，然而所产生的果效，当他派提摩太回去看的时候，他心非常的安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他们的信心跟宣教的能力就成为整个马其顿跟亚该亚众信徒的一个榜样呢。真的是很棒所以我说这个一个福音的重镇，如果建立教会强壮起来，整个福音就可以往世界传出去这是我们看保罗所看见的这是让保罗得的非常的安慰，也得的非常的激励，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来喜乐的心来提笔来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书信，这是他的动机，我们看见了。所以感谢主，他不只是传福音而已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也提到要怎么样培育这一些的门徒并且让他们知道有永生的盼望呢。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清楚的勾画出整个末世，整个神国度未来的国度的一个景象，让这一些圣徒知道所以这里他有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对，我们看保罗不只负责传福音，但也负责培育的工作。他建立他培育的学校，他回去巡堂，有没有？这就是保罗所做的。所以感谢主，保罗的忠心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榜样，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说，来，保罗的忠心是我的榜样。是的，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看见保罗传福音的热情所带出的果效，我们也相信今天永光教会承接福音的棒，也必有这样的果效。阿们。对，你今天有领受吗？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那福音的好处不断的抱团出去，特别是在圣诞节庆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你要诉说你生命的见证，给这一些一起跟你同乐在圣诞季节当中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当中。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清楚的看见。阿们。OK， 我的经文在哪里呢？没关系哈，跑掉了。OK， 好，没关系，已经不见了。OK，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圣诞的季节当中，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预备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有圣诞的氛围，也让我们家或者我们的小组能够有聚集的时候，让我们享受从你而来圣诞的喜乐。主啊，谢谢你，更帮助我们，让我们热情的、喜乐的继续传扬这救人的福音，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真正宣教的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永光教会，祝福我们过去这2个礼拜手做所有人工鱼胶的这一些的成果，让这270几位的 Bester 他们同感一灵，能够有圣灵在他们心里继续动工，让他们愿意开启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跟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和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知道主是人桌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圣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惠上加倍，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起立。知道主是人桌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圣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事工分享，我们现在请潘牧师。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我们来关心教会的消息。首先呢，有我们圣诞手作的影片呢，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请。我们总共办了几场？还记得吗？我们总共办了几场？11场哈，我们总共办了11场，所有参加的人数总人数是700多位哈。那在我们的手作，我们不是只有来做这个手作，我们很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领受从神来的祝福。而这个扩香石，我们所用的精油呢，就是在圣诞节里面，东方博士献给耶稣的，有乳香，还有没药，这是我们这次扩香石的精油的内容哈，所以是非常的有圣诞的意义。我们透过这个圣诞的扩香石，也让好多这些的 base 的他们认识了原来耶稣的诞生，在12月这个季节里边，是耶稣带来真光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爱的季节。昨天晚上青少年是最后一场结束哈，我们有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御苑讲师，还有我们的教练团队，我们的豆豆，还有怡杰，我们所有的同工哈，我们的总召，大家都非常的参与在这其中。上帝祝福在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服事里面，
也让这些 base 的他们很快的能够回到神的里面。好，还有下一个是不是？还有下一个影片是不是？好，那这是上个礼拜的儿童牧区他们的圣诞节，我们来看一下哦，他们的才艺表演。在亲子礼拜，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这些的孩子，从小就有一个信仰的基础，陪伴他们成长。也透过才艺的训练，让他们能够建立自我信心，还可以透过才艺在教会来服侍神。你就想一下，明年就换你带你的小孩一起来表演哦，哈！啊，这个是魔术。这个大概小一哦，然后就开始学打鼓了。你看有模有样哦。哇，这个是一个3岁，一个4岁哈。哦，哇，还有扯铃，哇，你看这个很厉害哦，跆拳道哦。呀，感谢主哈，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好，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消息的进行。好，昨天呢，牧师跟我们的10几位的长老执事呢，我们去探访了10几位的弟兄姐妹，因为呢他们身体的关系，以至于没有办法到教会来，所以呢我们就到家里面去探访他们。没想到去了呢，刚好呢还没有信主的姐妹呢，我们去跟他探访之后，跟他传了福音，他就愿意受洗，所以当场牧师就为他施洗。好，所以真是神的恩典临到那个家，那个领受主的那个时刻，领受受洗那个是很快的，都是圣灵在动工哈。哇，感谢主。好，再来。好，我们永光教会呢，为了明年的台湾的大选，我们有40天的 RPG 的祷告任务行动。那我们从明天开始呢，进入到第3周。我们第3周 RPG 每一天都 RPG 守望。我们的主题呢，这一周的主题就是在 RPG 的内容当中，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的百姓这些的候选人都能够有智慧，行出神的真理。我们一定要超越在这个地上的权势，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的选举。不是只有台湾，而是整个的世界。所以呢，我们求神的真理在台湾当中来彰显，因为有真理、有圣灵，才真正有自由。阿们吗？是，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为我们的台湾守望，为世界来守望哈。所以这是第3周的 RPG 的祷告行动，请我们的组长来带领我们的组员，在 RPG 的祷告里面来蒙福，我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好，接着下个礼拜只有1场礼拜，10点呢是我们的圣诞的庆典。圣诞的庆典非常的有意义，是因为在每一年透过庆典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回想到耶稣基督在2000年为我们诞生。所以呢，我们这样一代每一年的圣诞节，就是在传承，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知道圣诞节所带来的意义。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我们的时间拨出来，也邀请我们的 base 的朋友来参与在这个圣诞的庆典里面，有许多的活动，有诗歌，都是在这里要来为耶稣献上一个最美的礼物哈。好，所以我们9点半开始入场，我们10点要准时来开始。好，接着这个礼拜呢，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细胞小组
牧师鼓励我们的细胞小组呢，在这个礼拜呢，牧师的讲章呢，我们就没有用牧师的讲章，我们每一个小组呢，在这个礼拜，我们来各自小组有一个自己的圣诞派对，好不好？好，那我们的小组长可以来设计交换礼物啦，或者是一个圣诞的一个爱的分享、爱的感恩。牧师呢，前几天然后看到有我们的儿童牧区呢，他们有2个小朋友的对话，那个小朋友的对话呢，他们是杨妹妹班的，然后有一个小妹说，我们这一周我们这个小组要交换礼物，另外一个小朋友，你不是跟我同组吗？为什么你有交换礼物？我没有。然后他说，对呀，我们组长说的。然后他说，你们组长是谁？我们组长是知和。小朋友的组长是成人，你看多么的认同哈！他们要交换礼物，是，所以我们的小组长呢，在这个礼拜一定要给你的组员有一个惊奇哈，然后让他们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在这个享受在这个圣诞的爱的氛围里面哈。好，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的细胞小组有一个圣诞派对哈，各自来举行。好，接下来。好，那等一下关怀部同工要开会，还有迎宾的同工哈，我们照着这个时间地点来开会。好，接着，好，另外呢，我们在今年的跨年，就是在12月31号晚上10点半，我们在4楼有我们的跨年之夜的一个敬拜以及感恩的祷告会。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回来。在今年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并且为新的一年新的恩膏来渴慕呼求。神的灵让我们不仅是在这一年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顺利，我们平安的走过，我们更有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大能，在明年要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我们的家庭要进入一个新的季节，进入一个美好的一个新的关系，阿们吗？是我们带着信心，我们明白神他是赐福的神的时候，在明年神就必把他那属天的恩膏放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以祷告，然后呢，踏入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以祷告为开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时刻，欢迎我们大家回来。然后呢，倒数之后呢，我们会发下一口的宵夜，然后让我们品尝一下。因为呢，要预备，所以呢，我们来向小组长来报名一下，我们有多少个人数哈？好，12月31号。那那一天呢，也是新任的长职铁三角要就任哈。好，再来呢，我们的财务部呢年终的关账日哈。那如果在今年你还有感动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进来的，那我们也可以把握这个时间最后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奉献，把你的金钱、把你的心意奉献给神，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所摆上的一切哈。好。感谢主，在这个礼拜有刘锦全弟兄跟蔡菊姐妹的一个灵洗牧师去为他们施洗，所以呢这个家庭也归在主的名下。一个姐妹就说我家里面吊那个八卦的那个钟，然后底下吊十字架，这样可不可以？有基督徒朋友说那个没关系啦，那个都 OK 啦。牧师他就问牧师，他自己就问牧师。就说这样子好吗？牧师就跟他说，我们既是属于基督，我们就要分别出来，不要什么通通把它混在一起，我们要分别为圣。是，所以他们也很乐意就把十字架挂上，分别为圣哈。是，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我们的身份里面，我们是与神有立约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圣洁之民哦哈。好，再来。好12月23号呢，我们儿牧要报佳音，我们有没有看到恐龙？你知道吗？这恐龙他们很厉害哦。恐龙呢，引导很多人来受洗哦，因为他们很可爱，所以呢，我们儿牧呢，在23号他们要到附近的商家，然后呢，在那里来报佳音。好，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亲子呢，带着孩子可以一起来参加。
好，继续为我们健康所需要的丰燕长老娘，还有美金姐，还有郭玉林是迁移的父亲啊，还有其他我们所知道的组员，一样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好，那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来的新朋友慧文，慧文有来手作，对不对？非常欢迎你，感谢主。好，慧文，好。是慧文，你是参加礼拜几的？礼拜5是不是场次啊？好，是，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呢慧文可以加入到小组里面哦，哈。上帝祝福你。好，来，请坐。来，下一位。好，下一位，我们来看一下，来，下一位。好，我们来欢迎美玲，美玲。好，美玲，我们非常的欢迎你。是，好，是玉霞的朋友，对不对？哇，你要跟秀莲跟玉霞他们的小组非常的棒，非常欢迎你。好，请坐。好，来下一位。好，我们来欢迎雅文，是不是？好，还有一个好，雅文有没有在这里？好，雅文，雅文，哎呀，是也是玉霞的朋友哈，是。好，进到秀莲的小组，他们会好好的照顾你，在这边很快乐哦。好，我们一次的欢迎。好，那我们的新朋友呢？好，我来跟我们的迎宾呢，来赠送教会的礼物来给你们哈。好，那这个时刻，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看一下有没有久没有来的，你跟他说欢迎你回来。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彼此祝福，我们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底，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来看你旁边的人，喜乐，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热情的对你的小组员，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向左向右转来中间，爱你，试着看对方，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圣诞的氛围充满你的家，也愿你的家领受圣诞所带来的祝福跟礼物，更愿耶稣基督的救恩显明在你们当中，让你们口传他的恩典，也行出他的旨意来，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
们下个礼拜10点见，大家请坐，预祝圣诞快乐！大家请坐。下个礼拜10点圣诞庆典。